就是我们每天将民众生活中使用的一个污水，包含我们的粪便、尿液经过污水下水道的管线收集后，我们送到水资源回收中心来经过处理。那经过不同程序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它符合环保法规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干净的一个水资源。那我们就将这些干净的水资源呢，统称为放流水。我们这边的回收水供应的主要单位，最主要有包括环保局、公务局，还有一般那个民间企业的一个需水的一个单位。另外还有在消防局也在临时有任务的话，也会到我们这边来取用。公务局跟环保局，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在于那个街道的洒水，还有行道树的浇灌。然后民间企业的话，一般大概最主要是建筑工地的抑制扬尘。台南市呢，目前共有7座的水资源回收中心，每日呢可提供1.68万吨的一个回收水。为了增加回收水的一个再利用，目前呢这个回收水呢，大致上我们会用在我们的道路的一个洗涤，还有我们的抑制扬尘，还有我们现在在路树的一些浇灌上。那每天呢，经过我们统计，像目前11月份的使用量，一天有达到4200吨。那我们这边呢，也呼吁市民朋友如果有这个使用再生水的这个机会的话，一起可以来跟我们水利局这边来联系，那我们会来提供这些再生水的使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跟经济部水利署联系之后，那把台南的灯号提早在最早的时间，其实往年都是2月左右，今年大概是现在12月就把它调整为黄灯，希望大家共同来节水。那市政府已经早在2个礼拜前，1个多礼拜前已经开始就把我们的这个用水通通改为回收水那这样子的话，许多浇灌消防或者其他的用水通通改为这个再生水的话，我们每天可以省了好几千吨的水。那这样从市府也开始做，市府带头做，那民间产业一起做，这样的话，我们的水应该可以供应到明年5月以后还没问题。那如果这个大家不调整用水的话，那现在直接这样下去，可能到明年2月底3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早因应，超前部署，希望能够让这个可能的这个旱灾平安度过。另外，是我们嘅欢收看12月30号嘅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因为何迪安作为出发点，市府民政局甲中嘉宽频三冠王相助车合作，成以北区、东区作为示范点，伫较嘅巷弄当中设立社区安全防护监视器，未来弥补现在经营监视器嘅不足，希望参照24点钟嘅经纬共款。而且一旦有需要调度，会当清清楚楚找出第一时间的影像，来为民众安全把关。中嘉宽频三冠王相助车成立社区，拥有家家户户稳定的基础网络，为了回应地方伫治安、天灾事故等需求的预防，加担市政府民政局合作，导入社区安全防护监视器的设立，先伫北区甲东区较下巷弄试办，各区分别选12个点，总共架设24支。用时间同步的影像系统来弥补经营监视器的限制甲不足，毛地方相当感佩。今天也谢谢我们黄市长为了我们社区巷道比较狭窄，然后增设了2组增设器让我们社区有比较安全、有可套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巷道的巷比较小，然后反光镜的部分也做了没办法去死角，也没办法去实施去安装。然后今天市长为了让我们社区有这个功能起见，也给我们做一些很好的建设器。谢谢我们区长，也谢谢大家。真欢喜伫咱市政府的支持之下，先经北区来做咱社区安全防护网络监视器的迄个设置的一个示范点。那因为咱市长真关心到咱社区、咱民众的安全，出入安全。
所以特别防着公所来针对着咱地方较高有一寡事故发生的点，来保障来装咱这个监视器，会使随时互咱里长也是互咱的迄个警察单位来透过咱的手机来连线着，来看到咱的监视器，安尼随时若准做咱有啥物危险、有啥物无安全的所在，咱的警政单位拢会使透过咱这个网络来及时就来了解到讲咱这个社区有安全性的需求，这嘛是保障着咱社区的这个安全。面对这款监视器设立，伫社区的产出24点钟的警卫来守护的效果，毛市长吴伟铁亲自到场关心，包括民政局长蒋玲煌、北区、东区甲安南区的区长，以及这些在地里长乡亲拢到场见证。会中庄家宽平三冠王相助车总经理陈建春嘛亲自讲解，公司伫短短2礼拜就架设完成示范点，用5G 高位置、高稳定、快速的传输来为社区安全把关。对此市长嘛表达肯定，已经创造公共利益等3赢局面。拢总24支监视器，拢总12个点的这个示范点那希望用有线电视关这个稳定。快速传输，然后能够让我们的台南市变得更加的安全，然后变得更加的智慧。所以大家支持一个开始互大家乡亲知影讲，相助车甲三冠王有线电视，除了阮提供有线电视甲这个宽频上网服务以外，其实我们也当帮市政府大家来做真侪代志，互咱呢这个城市更加来进步。社区用的监视器也就是我们跟有线电视业者合作，来在社区铺设监视器的点，那用租赁的方式，那跟社区跟业者合作，因为有线电视业者他们的光纤网路都已经铺设完成，而且直接架设镜头就可以马上发挥即时的效果。那这点非常感谢双子星跟三冠王他们率先能够这个跟市府。以及跟民众这个充分合作，因为运用我们有线电视充分许多进入社区、进入家户的点，那我们在社区重要路口设置这个监视器，那能够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在我们在不管是社区治安的维护，或是预防，甚至发生一些社区大小事情要调阅监视器的时候，都能够很快的能找到，而且这个维护的品质，这个监视器的品质，经过我们了解是非常非常好的市长表示，今日示范以后，接刷无含虎城、溪南、溪北，只要有需要的所在，拢会便利有线甲有线电视的网络合作，伫上短时间将监视器设立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台南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若讲政府有限，民力无限，所以庄家宽频用有线电视加网络优势，积极甲政府配合，对疫情严重时所开发的影像分辨系统，到今日所架设的社区监视器等等，拢是数位转型甲智慧安全的真好示范。市长吴伟铁嘛表示，若中央兴税予地方，会先提来补助创新研发。庄家宽频三冠王相助车团队亲近台南，透过有线电视稳定的基础网络甲市府合作，伫今年度的尾声嘛传出好消息，到伫社区安全防护监视器。其实伫疫情严重冲击的时，嘛甲公部门合作，到伫5G 应用测试，其中伫全国首创，先伫公车站架设人工智慧的侦测系统。不只当了解附近人潮，而且民众若无挂催案，也可以主动公布提醒民众。同时嘛，进一步扩大到传统市场甲夜市，共款用这款影像分辨系统来侦测人潮，提供民众伫厝透过电视得当判断敢会人客人需要先撇开。庄家宽频三冠王跟双子星在近几年，其实我们除了做视讯的服务以及宽频的上网之外，其实我们也参与了非常多市府相关智慧城市的一些建设。那从109年开始，我们这边就有跟国网中心跟台南市政府
共同执行了一个5G 垂直场域那低延时的异地共享计划。那这个实验就非常的成功。那在110年跟111年，疫情非常的严重哈。那我们也跟国广中心跟台南市政府再次合作，我们开发了监视器，还有 AI 人脸的辨识设备。那我们让我们台南市的防疫工作变得更加的成功。那在今年度也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再次让我们来参与我们社区防护网的建制计划。那也希望后面我们三冠王跟双子星有线电视稳定、快速以及可靠的网络技术，可以协助让我们的台南市变得更加的智慧，也变得更加的科技。疫情期间，类似这款所谓转型的做法，也是政府补助鼓励企业投入地方产业的创新研发计划，或者地方型的 SBIR。根据市府统计，对2019年实施到今，台南累计补助金额已经破亿。市长吴依婷嘛表示，如果中央超整的预算有兴趣给地方，市府将先提来补助创新研发。补助地方创新研发的这部分呢，每年都在做，而且我也跟各位先开一个箱，将来这个还税于民的这个部分，中央的如果超增的预算有这个分配到地方的话，我们分配的部分也会先拿来补助创新，因为这个东西是有创新性，有这个自强性，甚至对于年轻人的这个创新是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个部分的力道我们还会再加强。政府透过资金补助，甲民间企业合作，对着在地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台南产业的竞争力，会当讲一档一档看见成果。台南新闻军籍林银光采访报道。为了纪念佛祖成道之天，佛光山南台北院对来举办庄严隆重的祈福法会，嘛特别组2万碗的佛祖梅，要来分享佛祖成道喜气。市长委托嘛受邀请参与，对来肯定佛光山的精神，嘛借此祝福市民新的一档健康平安。佛光山南台别院师兄师姐以欢喜感恩的心，料理着这美味的腊八粥，要甲信众结缘。市长吴伟泰也当场品尝这腊八粥，并学了腊八粥煮了好食又够健康。这8种食材都是就是对健康有帮助的，但香盐到现在也成为一种习惯，也成为一种风俗。那也感谢佛光山能够。现在今天大家普遍去施粥，让许多好朋友、市民朋友们，一方面祈求平安，一方面寻求健康。品尝腊八粥的同时呢，我们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感悟佛陀成道的意义，人人都能够感恩惜福，然后呢能够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社会更美好。更和谐。在品尝了腊八粥后，黄伟泰也参加了南台别院祈福法会。与会贵宾有警察局第4分局长王子雄、安平区长萧泰华、文平里长李瑞福、国际护工会世界总会副会长刘昭明、澳洲中天学校校长陈秋晴、中华总会理事刘宗礼、杨正达，以及中嘉3冠王双子星护理罗启俊丁郎共同祈福。佛光山南台别院庄住持满洲法师表示，腊八粥不仅代表感恩回馈，更有佛陀的加持甲祝福。南台别院嘛准备了2万份的腊八粥，免费提供给大众享用，希望在这个寒冬当中，嘛当温暖着社会大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副总统赖清德要选民进党党主席专台走透透，但市议会国民党团嘛特别开记者会，请赖清德先面对家己所造成的客家落差、太阳光电乌金以及列宁备案等等，嘛莫将责任全部送予黄伟哲。党团请检调青年对查这乌金，敢有介入台南议长选举。
质疑台南议长选举充满着乌警甲乌道的问题。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蔡玉辉、市员李中勤、蔡宗和共同召开民进党乌警黑道缠身、赖清德撇不清误双标记者会，要热请着出面来讲好清楚，莫将这责任全部撒给现任的市长黄伟哲。主要今日要请教赖清德，嘛，甲你的支持的议长讲一个，嘛，甲郭台铭看安怎？我们要请赖清德说说话，你要说标准在哪里？台南市你要做东主县，你所支持的邱丽丽议长也好，咱郭台铭用会外谈多在一起来会选议员，咱林世杰，咱讲真呢，他过去犯了《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有乌的背景，乌交金交请政府行政资源配合，来这个影响这个议长会长选举的结果。我们认为那清德要讲看看啦，我相信，大家拢要听，因为这你要讲不清楚，影响到你未来的形象。我们希望你表达你的立场，到底你当初的主张是安怎？进但是比较早较严重，才一倍。明显甚至无做昨晚的事情对赌，我规亿个，检调单位警察要去查。国民党团更指出，在台南这立甲出价所在，民进党无听受家己支持者，更不管乡亲死活。赖清德在做行政院长时，佫骄傲讲，竞选市长时，更提出打造台南光电城计划，果然全台1/3的太阳光电动力备案，甲核电共新开发案，全部拢是伫咧台南的良电、气温以及面铁边，造成收成减少，居民佫承受2个太阳之苦。日林家庄甲乌景乌道，经伫台南环行，这个代志也要请干掉，成立介入调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师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教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音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所以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
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再生水厂30号开始正式营运，对中央到地方的贵宾以及相关用水的高科技厂商，拢到场参与启用仪式。根据了解，完工以后的回收中心，每一天会当供应8000吨的再生水给南科，同时嘛是全台第一座高科技建原厂所使用高阶处理的水源。南科这几档成为半导体重地，台南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厂第1期的兴建，伫30号正式营运，是全台第一座提供高科技能源使用的高阶处理水源。伫初期已经提供8000吨的再生水，予台积电、群创以及联电。那第1期可以从生活污水经过制成的纯化之后，变成我们的产业的制成用水。那目前总共每天可以产出8000吨的再生水。那未来扩建完成之后呢，我们的第2期以后的扩建完成，我们可以提供15500吨的再生水，供给我们的南科的高科技的产业去使用。那我们这个再生水呢，大概它的配水管线呢，大概有9公里长哈。那我们在这个南科园区里面呢，大概有设置了一个6座的一个配水池，总共呢，它的配水池的一个水量呢，达到18600吨之多。将污水处理了后再生并供应产业用水。永康再生水厂现阶段每一天会当处理2.9万吨的污水，未来计划安并连接2座再生水厂。每一天上侪会当供应6.3万度再生水，相当是每一天提供大约1/3座兰花水库。那目前为止，在经过2级处理的再生水里面，这个我们可以用来做浇灌，或者是直接排放到河川的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水。这总共目前台南市大约有16000多吨。那对于再生水的使用，各种层次的使用，除了浇灌或除了这个洗车或除了做其他的使用之外，或是消防用水，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努力来开发。永康再生水厂除了予科技工业用水有足大的帮助，同时降低产业甲民生用水竞争所产生的欠水危机，为台南市污水处理以及再生水推动立下新的里程碑。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10公里外的南科配水池。成大员工的假日幼稚园，伫去年转型做非营利幼稚园以后，学校特别伫新的园区举办揭牌典礼，因强调就是要善尽大学的社会责任。未来园区的名额将有50%要提供予附近社区的弱势。国立成功大学配合政府政策，伫2021年将私立幼稚园转型为非营利幼稚园，园区转到东宁校区，伫这位贵宾的见证之下，正式列牌。透过政府的挹注，让我们这些所谓以往叫做私幼的家长，能够获得更大的一个协助。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成功大学附设私幼，来转型为非营利的幼儿园，那其实是我们目前全国
国立大学第一个幼稚园哦，所以也是一个典范的哈。国教署提供7900万的经费，补助园区老屋新建，转型了后，以平价收费、优质教育、大型家长投入时间为特色，同时透过政府补助，减轻家长的负担，并且幼稚园老师的薪水也会当提悬。那另外，我们有承诺50个 person 的原生，我们现在有182个名额，50个 person 是释放出去给周边社区，好，这个弱势族群的，好，这个小孩，那是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而且是优先录取。成功大厦先尽社会责任，以需要协助的囡仔为优先。另外，也希望落实照顾员工、兼顾弱势以及回馈社区居民的囡仔为目标。目前幼稚园设第7个班级，上侪会当招收182位名额。若是想要了解更较侪资讯，会当就幼稚园的网站来查询。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2月30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